經書講釋迦啲在日彼得2:24按樣講到，基督釋迦當下被釋迦人類嘅罪，在佢嘅身上十字架當過嘅。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釋迦脫離從一罪惡下道嘅方面，脫離從一罪惡控制到嘅方面，釋迦相信其實信任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這個罪惡本佢開hết，釋迦嘅罪惡本佢赦免hết，釋迦生財在真理裡面，釋迦嘅生命得救，釋迦嘅靈得救，因為到上帝原諒了釋迦嘅罪，對於萬人相信其實，佢嘅變相支持釋迦嘅心中裡有快嘅產道，心中裡有唔好嘅心術產道，佢嘅變相恢復釋迦嘅心中，所以釋迦這樣人來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因為到上帝做了安排嘅事，佢派呢個耶穌出世，在世間裡死在十字架，為了就係擔釋迦人類從罪惡拍過嘅方面，萬人相信佢脫離從一罪惡嘅方面，嗱係講一求你信任，一心裡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係一上帝，你得到呢個恩典，你下聽我禱告，主耶穌，我相信你死在十字架，為了擔我嘅病，擔我嘅罪，擔我一切嘅糾結，我你下打開我嘅口，打開我嘅心，信任和相信你耶穌基督係我救主，係我上帝，打開心，將聖靈落我心中，祝福我嘅前途，我相信你下我得救，阿門。